声。各位爷孙，各位兄弟平安。咱真欢喜，今日我来到圣殿做伙来学老上帝。来，咱先看119首上帝的囝祈祷。吼，咱会当，咱每人每一个人拢有当拍开咱的圣诗。吼，这首歌呢，伫圣经有讲咱着要用诗用歌用神的父，大家三应答，用心用诗做乐来学老主。吼，这首歌在讲啥？讲耶基督就是咱的万福源头。吼，所以圣诗内面呢，咱虽然有遐尼侪节，毋过呢，头前的时阵，伊是咧讲上帝，伊是啥物人？吼，伊是阮赐福，亲像雨水长流。吼，那感恩的心，做咱的嘴，感谢无老救主的恩惠。等到第3节的时阵呢，伊就讲咱家己本身的敬畏。吼，所以圣诗每一节拢有伊的意义伫的。吼，所以咱的古圣诗、传统的圣诗内面，伊虽然迄个曲调共款，毋过呢，每一节的意思拢无共款。所以咱来唱的时阵呢，咱会当慢慢来体会圣诗内面到底在教导咱啥物。吼，那这首诗歌大家较熟，咱做伙来唱第1节甲第2节。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这首歌大家嘛真熟咱就接来唱。
着因基督耶稣的心，什么意思呢？因为做恁大家的心，救主耶稣本是上帝为着救人降世，耶稣就是上帝为着要救咱降世。第二节你看，谦卑出家，成做奴仆，顺心到死，顺服，甚至当当是假惨死，上帝就无信伊。所以呢，咱伫第一节啊，学上帝安怎，咱爱出家做奴仆的心，咱甚至呢爱学伊至死顺服上帝的旨意。咱到第三节、第四节，上帝就赏赐伊，赏赐伊的名声传过万民。好，来，咱来看唱第一节，好不好？来。395首吼，这首大家嘛真熟，咱就直接来吼，来。拜上帝。
恁想看咧，爸偌年疼咱，互咱通称做伊的囝儿，伊着为着咱牺牲性命，对安尼，咱知什么是疼。劳苦陪重担的人，拢着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着背我的担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逊，安尼，因的心神就会得到安息。我的担下用，我的担真轻。三甲来吟圣诗，圣诗119首，圣诗119首，上帝的囝基督，请人起立来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感谢你极大的疼。虽然伫世上你毋捌当兵相战，嘛无举武器交战，是甘心互罗马兵丁钉伫十字架顶，该拍赢上大的对敌，就是罪甲死亡。主了到世间是表明上帝救赎的疼。受酷刑、凌辱、痛苦到死，甚至也要赦免遐会拍你、搁将你钉十字架的人。主后来果然对死搁活，互阮的罪得到赦免。阮诚心感谢你丰盛的救恩无煞。主当阮伫追求努力的过程，有时会欠缺，拄着阻挡，也有失去计划所需求的直到消沉失志，煞无法度恢复，随时爬起来。其实主有赏赐，互阮有双手，通起手，搁再来。
因为双手是万能的，对细到边一条索仔，到真大起大楼、悬楼，拢是爱靠这双手来完成。兼且有时会因为受到破坏、物件拍损、拍乱，原来的处事来懊恼操烦。我若有心要重新做起，动工动手做工，对上基本的需要进行，直到上大的建设工程，拢会通一一建立起来。保罗先生捌讲，我用这两只手做工，来供给家己甲谈判的需要。做事的人也祈求天父安尼讲，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天父，阮教会伫后礼拜要召开好会，来选举明年度新的长老甲执事。上帝对每一人的呼召拢无同，阮着时时拍开耳孔，来听属灵的声，才会当准确来回应。恳求天父帮赞，互阮所选出的人通合你的心意，也互阮的服侍无空空着磨，是用心久长持续来做。无论伫教会当当什么职分，伫主的面前拢同款，就是对主学主的模样来做，是微细小可那定，拄亲像主亲身谦卑屈家，甲学生洗脚一般样。主操练阮的信心，袂大声将开好的路、做好的桥显现，互阮看到，是阮着凭着信心勇敢踏出去，迄条路、迄座桥，才会出现伫目睭前。阮相信主的指示甲带领，你会伫头前一路引带。恳求主眷顾阮这人教会正会友大细。保守时运，互阮心神勇壮无失落，身体勇健无野线。阮兄弟姊妹若有拄着欠安、恶担当的事，求你安慰、扶持、医治，互阮通领受对主来满满的平安甲喜乐。即时阮同心要照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来出声。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阿们，请坐。来看圣诗后面的启应文，启应文第10篇，启应文第10篇，咱三甲来交托。上主是我的光，我的拯救。上主是我生命的保障。虽然歹人攻击我，对敌吞食我；虽然大军扎营包围；虽然对敌发动战争，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我拄着患难的时，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伊会甲我放伫石棺顶。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上主啊，我求叫的声求你听。你对我讲，上主啊，我来朝见你，求你毋通受气，赶你的奴仆，拯救我的上帝啊！我的父母若气杀我，
上主啊，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毋通照对你的心愿，甲我交互因。我深信一项事。着信靠上主，着信靠上主。咱来吟圣诗，圣诗121首，圣诗121首。上帝听痛赢过一切，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请坐。同心过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带领阮行过人生每一个阶段，无论是欢喜还是悲伤，阮知你拢甲阮同在。虽然对你安排的计划无真了解，总是阮深知你是良善搁有丰盛的慈爱。万项事拢在伫你的掌握，也要照你所定着的时来行。阮拿对主的教示来学习，毋望所听的道理进入阮的心，互阮伫所想、所讲、所行，通照你的意思，也有好的信仰行达，代代传落去。祈祷靠主的名求，阿免。咱来看上帝的话。上帝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人书第6章，罗马人书第6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14节。上帝话安尼讲，安尼咱要讲甚物？咱是着继续伫罪恶中生活，通互恩典搁再加添是无？绝对毋是。咱遮的罪已经死的人，兼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恁兼毋知，咱拢受洗礼来甲基督耶稣结合，是受洗礼来甲伊死。既然咱通过洗礼甲伊死，做伙埋葬，所以亲像基督通过天父荣光的权能对死搁活。咱嘛着
过新的生活。既然咱甲基督成做一体来经验伊的死，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过活。咱知咱旧的自我已经甲基督做伙顶十字架，是要互受罪屈辱迄个旧的人毁灭，互咱无搁做罪奴隶。因为人一旦死去，就对罪得到讨放。既然咱已经甲基督做伙死，咱相信咱嘛会甲伊做伙活。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搁活，袂搁死，死袂搁支配伊，因为伊有死，一遍就完全甲罪制压。伊现在在活，是为着上帝在活。安尼，咱嘛着看家己已经甲罪断绝关系，甲基督耶稣结合，为着上帝在活。所以毋通将恁会死的身躯交互罪支配，去顺探本性的欲望，嘛毋通将恁身躯的机体交互罪去做不义的工具，反正着做一个对死人中搁活的人，将家己献予上帝，将身躯的各肢体献予伊做义的工具，毋通互罪甲罪支配，因为恁毋是活伫律法中，是活伫恩典中。愿上帝的话进入咱的心，成做头前的灯，路上的光。这时，请希曼诗班来献诗，一首祝福的圣歌。
即时请陈牧师来讲道，讲道的题目是“罪而死，为基督而活”。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再去用一首祝福的圣歌来引带咱敬拜上帝。歌词讲起上帝要带咱的路，人生的道路向光明来行。咱今仔日进入罗马书第6章，也使讲是一个新的开始。照改革宗传统，对即个罗马书的神学的一种理解，大概拢同意讲，第1章到第5章，主要是咧讲称义，咱已经伫上帝面前受接纳，甲伊和好。对第6章开始到第8章，开始要讲正性，正性就是要怎样开始行往上帝道路。正性即字一直到6章19节才会出现。那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第6章开始嘛是咧讲，称义了的咱，着怎样活出伫基督内面的生活，还是讲活出伫圣神内面的生活。搁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第6章开始嘛要开始讲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基督徒已经无搁受罪、受死亡、受即个律法束缚，伊已经得到讨放，伊要活出自由的生活。对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接续顶一段经文讲起亚当甲基督的对比。咱若讲基督就是新的亚当，第2个亚当，伊要引带咱形成一个新的亚当的群体。安尼对第6章开始，嘛是要讲起怎样通过圣神的开勒，咱会当活出迄种高尚群体的新的生命。咱来进入今日的经文，一开始6章第1节，伫遐讲起保罗那亲像，搁甲迄个假想的迄个对手，伫遐咧辩论，伫遐对话。因为进前伫第3章已经捌讲起，咱敢通做歹来互好事实现。然后咱顶礼拜读到5章20节，嘛有讲到讲，罪若加添，上帝恩典搁较加添。所以伫遮即个对手，那亲像伫遐提出质疑讲，若安尼，咱是着继续伫罪恶中生活，通互恩典搁较加添是无？保罗伫遮直接回应，绝对毋是。然后对第2章，对第2节到11节，伊就提出论述，要来反驳即种讲法。事实上，伫顶一段经文，保罗已经通过亚当甲基督的对比，伫遐强调，罪是通过死亡来管辖，但上帝恩典也要通过公义来统治。所以伫第2节，保罗就进一步强调，咱这已经对罪死的人，减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对罪来死，是指甲罪已经断绝关系，也就是认定罪对基督内面的这个新群体已经无任何的功效。相对的，若照读到6章14节，伫遐讲，敢通继续伫罪恶中生活？伫罪恶中生活，就是咧指继续伫罪的关系甲支配下面。所以保罗伫遮讲，死既然已经无搁做王，新的人类减通搁过旧的生活，安尼敢毋是矛盾吗？所以对遐，伊搁进一步来论述，怎样
罪来死，基督来活。为第3节开始，一直到第10节，保罗用甲基督联合，甲基督结连，做一个基本的结构。伊提出3个譬喻，还是3个意象，要来说明这个新的生活的特质。头一个，第3节到4节，伊用洗礼做譬喻，也讲恁敢毋知，咱拢受洗礼来甲耶稣基督结合，是受洗礼来甲伊死。既然咱通过洗礼甲伊死，做伙埋葬，所以亲像基督通过天父荣光的权能，对死过活，咱嘛着过新的生活。保罗用初代教会洗礼做例，讲到初代教会洗礼，咱会记有几若项无共款的所在，甲咱今仔日咱的印象中的洗礼有一寡无共。头一个，初代教会洗礼大部分拢是大人成人的洗礼，而且拢是个人做出决定，有时甚至爱甲家族迄个切断关系来加入这个新的群体。第二，初代教会洗礼甲个别信仰真有关系。个别信仰代表人生做出一个要紧的决断。要转变人生的方向，生命会当讲有一个新的开始。第三，初代教会洗礼大部分拢是浸礼，规个人拢浸入水内面。咱想象浸入水内面，当水冚过伊的头的时阵，人规个沉入水内底的时阵，就那亲像大伫梦内底死去共款。对水内底起来，就那亲像对梦起来过活，所以这个洗礼伫初代教会迄个施行的模式，确实充满有这种死过过活的一种象征意涵。保罗用安尼，甲咱表达讲，受洗的人已经迄个旧的旧生命、罪的旧生命来死，但伊已经稳定的新的生活来活。落去水内底的时阵，伊可能阁是一个属伫世界的人。总是当水为水起来的时阵，伊已经成做一个伫基督内底的人。初代教会第3世纪罗马的主教 Hippolytus 西波利托，伫写的使徒传统内底，足详细咧描写罗马教会当时的洗礼，迄个礼仪非常复杂，总是嘛非常正式，互每一个参与洗礼的人真深去感受到迄个礼仪内底的迄种要紧甲意义。我直接足简单描写一下，伊讲伊拢透早就去到水边，水池的边啊。大声为着水祈祷，然后要洗礼的人，所有的衫拢爱脱掉，连身躯若有妇人身躯若有任何的脏蹋，拢总爱摕掉，头毛嘛爱放落来。到洗礼的时阵，主教会将油摕来注射，然后把油倒伫2个杆仔内底，一个杆仔叫做驱邪油，一个杆仔叫做感温油。要洗礼进前，招这个要洗礼的人，大声爱气杀魔鬼，伊拄仔伫遐宣告：撒旦，我气杀你，气杀你所有的工作。然后主教替伊抹驱邪油，就是要甲邪恶甲清掉。然后这事就陪这个人洗礼的人行入去水内底。洗礼时阵，长老换手伫伊的身躯顶，拢总问3个问题。这3个问题拄好，就是咱使徒圣经的3段。
你有信上帝全能的爸无？你有信耶稣基督，你会做你的救主无？你有信圣神甲神圣的教会无？每一届问了，要洗礼的人都爱回答我信。三届讲了，拢甲伊浸伫水内底，互伊起来。再搁问第二届起来，第三届再搁起来。然后起来了后，为着伊做感恩的祈祷、祝谢的祈祷，用油感恩的油倒伫伊的头壳顶，然后互伊穿衫，带伊加入去会众中间，为着伊祝福，求圣神为迄个时阵开始陪伴伊的性命。过了后，因也会做伙领受圣餐。我用安尼淡薄仔时间介绍即个初代教会洗礼，是要互咱知影，礼仪有真侪时阵是带有真深的意义，嘛望即个礼仪会带来生命的决志甲改变。保罗伫遮用洗礼做譬如讲，恁已经甲罪来死，但也要基督来活。所以伫第4节伫遐讲。咱嘛着过新的生活，过即字是行的意思。人生就是咧行伫迄条路顶头，即条路要倒去，你爱做出决定，这就是过生活的意思。然后新即字，希腊文内底有2字定定用的新。一字较普通的新，就是讲啊，这个代志是时间拄拄新的开始。咱讲啊，这间餐厅新开的餐厅，就是这个新。所以代表讲新时间的新，拄拄开始。这个新有时阵嘛有迄种无成熟的意思，啊，这个就新手嘛，所以啊也无熟，做袂好。但是保罗伫遮用的新即字是真抽象的新 ，koinotely， 就是讲本质的个新，规个状态、规个本质拢换做新的啊！所以保罗伫遮讲，就开始过本质是新的生活，这是基督徒的群体应该有的款式。第5节。保罗开始用第2个譬如，就是接机，接机的一个譬如来描写。既然咱甲基督正做一体来经验伊的死，咱一定嘛会甲伊结合来过活。原文希腊文是形状的意思，咱亲像甲基督同款死的形状，嘛要亲像基督同款活的形状。所以。台语译本甲翻做正做一体，是不只啊好的翻译。接机就是讲迄个，敢若葡萄藤已经酸去啊，咱将即个枝夹起来，甲接伫另外一个较甜较新的葡萄藤顶头。接枝了后，迄个枝甲藤就正做一体，做伙成长，吸伊的树叶。将来，这个枝所结的葡萄就正做甜佮水的葡萄。伫遮，保罗用接枝伫遐描写，咱通过洗礼已经甲耶稣基督的死结连做伙，当要甲耶稣基督的过活结连做伙，就要活出新的伦理生活。第6节伫遐讲，旧的我已经甲基督做伙定十字架。要互迄个受罪屈辱的迄个旧的人毁灭，互咱无搁做罪的奴隶。受罪屈辱迄个旧的人，旧的翻译翻做罪身，罪的身体，也就是等于是头前你遐讲的迄个旧的自我。废除即字嘛真要紧，废除就是讲，互伊失去力量。互即个物件无阁有功效，所以当咱旧个人已经甲耶稣基督的死结连，
做伙死伫架顶的时阵，伊诚侪的工具甲劳力，迄个身体嘛失去力量，变做废物，袂阁发挥功效。那亲像旧的物件已经无路用啊。一个人若改婚，伊就无需要赖打，迄个拍火机，嘛无需要烟火缸，遮已经废除啊。旧的我已经无去，所以保罗讲，恁通无阁做罪的奴隶。即句话已经将咱带入去伫伦理生活的范围，因为通过洗礼，迄个旧的我已经定死伫个无功效，目的就是要互咱无阁做罪的奴隶。对第7节开始，保罗用第3个譬喻，就是法律的用语，伫法庭内底宣告讲无效。保罗伫遐讲第7节，人一旦死去，就对罪得到逃亡。对罪得到逃亡，即字原来意思讲脱离罪。希腊文讲第2开互泰，无阁甲伊绑做伙啊，无阁甲伊绑做伙啊。这法律的用语就是讲，一个人若死去，伊啊活的时阵所犯的罪，就毋免阁去用提起来诉讼。这敢若刑事诉讼法内底的基本原则。死的，你若死，就毋免阁甲你起诉。所以保罗伫遮用法庭的譬如讲，一个死的人，伊就袂阁去互罪来管辖，死亡已经互伊得到自由。过去做奴隶，当要开始做自由的人。所以第8节伫遐讲，咱已经甲基督做伙死，相信咱嘛会甲伊做伙活。做伙活即字是未来的时态，未来的时态，就是讲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代志。所以咱一定嘛要甲伊做伙活。保罗伫遮用即句话，若像咧做一种保证，你一定会当甲基督做伙活。然后第9节，咱知基督已经对死人中告我，袂阁死，死袂阁支配伊。伫遮2解拢讲袂阁，华语讲不再，no longer， 袂阁，无阁有气力。这是一个真强的宣告。伫遐表达讲，不管是基督，还是基督的迄个新的群体，已经赢过死亡，无阁惊罪甲死亡的关系，国外的气力要拍碎死亡的支配。第10节，保罗用真实性的话，伫遐做结论讲，因为伊有死，伊的死一遍就完全甲罪制压。当现在的我是为着上帝的我，一遍就完全，这是一个真要紧的概念。基督的死毋免阁重复，一届就已经赢过罪甲死亡。这伫新约圣经内底，另外一本最要紧的神学作品《希伯来书》就足清楚这个主题。迄个大祭司替咱一届阁永久来献祭，就完成救赎。保罗伫遮同款用同款的表达，讲基督的死是完成式，已经完成了。对遮，咱进入最后一段11节到14节，保罗伫遐开始讲怎样成做义的新的共同体，义要怎样实行出来。第6章11节，伫遐伊用一个真特别的希腊文 logis zethe， 恁着想看卖，恁着注意看卖。即个保罗伫其他的批示嘛，常常用，表示讲伊要开始提出伊的命令甲指示啊。恁注意看卖，
详细想看卖。吼，啊，即句话是复数，是命令的语气。保罗伫遮讲：恁既然已经甲做断绝关系，甲基督耶稣结合，恁就为着上帝来活。吼，恁就为着上帝来活。吼，即个恁毋是咧讲个人，是咧讲群体。吼，咱要成做一个新的基督的群体，就互相勉励，做伙负责任，活出新的群体的生活。所以，为12节开始，保罗就3解讲唔通，提出伊真强的一个劝勉，嘛使讲是一种命令。吼，12节讲唔通将恁会死的身躯交互罪支配，去顺探本性的欲望。吼，保罗伫遐讲唔通互罪。拢无受挑战伫遐主宰恁的生活，哦，做敢若上大，拢无任何人敢甲伊对抗阻挡。保罗讲，恁着起来，为着新的活命来抗战，奉上帝的名，就是恁真正的主人的名，来对抗罪欠权，对抗罪的统治。13节。第二唔通将恁身躯的机体交互罪去做不义的工具，反倒着做一个对世人中过爱的人，将家己献予上帝，将身躯的各机体献予伊做义的工具。台语翻做交互什么？交互什么？即字原文是献的意思。献予什么人？吼，献就是表示讲交出你的主权啦，吼，交出你的主权。啊，你毋通阁甲你的主权交互罪，啊，变做伊的工具。吼，工具即字嘛是武器的意思。吼，保罗亲像真侪罗马铁学家，讲到伦理生活，伊真爱用军事的语言，啊是用运动比赛的语言来表达伦理的一种。斗争，伦理的一种抗争，另外，伫希腊世界内底，奴隶有时阵嘛去用当作是工具，奴隶是主人的工具。所以，伫遮保罗用几下罗马世界真实的语言，伫遐讲，恁是杀人的工具，恁要成做杀人的武器，是罪的武器，还是上帝的武器？保罗伫遮真清楚指示，毋通将恁家己献予罪，成做邪恶的工具，就将家己交予上帝，成做义的工具。工具即字，互咱想起，不管是上帝，还是不管罪的关系，罪的关系，那像甲罪当作是一个主体，一个人安尼吼，拟人化语言，不管是上帝，不管是罪。伫世间要运行，拢需要有执行者，就是工具。上帝要完成伊的旨意，嘛爱咱做伊的助手，做伊的工具。同款，罪要发挥伊的关系，伊嘛不断地敲找人去成做伊的工具去犯罪。所以伫遮，保罗伫遮讲的挑战是，到底咱是什么人的工具？第一节，保罗伫遐讲：恁要继续要伫罪中间生活吗？你生活方式的选择，是甲你选到主人啊选唔到有足大的关系。你选什么款主人，你就过什么款的生活。所以保罗伫遮讲：唔通去互罪变做工具。最后一节14节。第三个唔通讲唔通互罪甲恁支配，即字已经出现几若解啊？伫第5章，咱已经读到掌权、统治，伫遐是用巴西六世，主管即个动词，
今仔日14节用支配 Kyrios， 就是嘛是主权的意思。到底什么人是你的主人？你的主权伫谁的手？所以不管统治、支配、掌权，拢是咧讲屈服伫某一种关系下面。保罗伫遮甲咱讲，你不管安怎，你就是活伫某一种关系下面。第6节讲，你可能咧罪的关系下面；第9节讲，你可能伫死亡的关系下面。咱搁读落去到第7章第6节，会讲你伫律法的关系下面。但是这节保罗嘛讲，但是搁有另外一个选择，你嘛会使踮恩典的关系下面，基督的恩典的关系下面。所以保罗伫遮问足强的一个问题：到底啥人是你的主？是罪的关系做你的主？还是基督的恩典做你的主？所以保罗最后讲，因为恁无活伫律法下，是活伫恩典下面。伫律法下面，就是表示上帝无欢喜、上帝谴责的状态。伫恩典下面，是表达咱经验着上帝的恩典，通知影活出新的生活。各位兄弟，咱对这段经文会当整理几点，互咱做伙来反省甲学习。伫第1章，伫第6章第1节，保罗问迄个会当讲是旧的一个问题。伫遐讲，咱是继续伫罪恶中生活，通互恩典搁较加添是无？上帝恩典既然遐尼好，咱是毋是继续活伫罪内底？互恩典搁较加添呢？这是一个老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咱若家延伸思考，会当搁甲换做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讲咱敢通滥用上帝恩典，还是这个灵敏？英语讲 abuse God's grace， 滥用上帝恩典。上帝恩典遮尔好。咱就继续用啊！有学者甲这种态度，甲伊叫做放纵的罪、放肆的罪。就是讲，你明明知影毋对，你嘛是去做，然后嘛有可能搁伫遐自我合理化。这就是我啊，无法度啊，我就是安尼啊。以后我会甲上帝求原谅，我相信上帝嘛会赦免我。这种心态，会当讲就是一种滥用上帝恩典的态度。另外一种滥用上帝恩典的做法，是无照上帝爱咱做的方式去生活。上帝已经用恩典款待咱，总是咱无愿意用上帝这种方式来对待别人。这嘛会使讲一种滥用上帝恩典。这种态度包括什么呢？就是咱要用歹来对待歹，以恶报恶，是讲咱真凊彩就要审判别人、审断别人，是咱看见别人的需要、无助的需要，咱超工当作无看到，是讲拒绝原谅别人，这种态度。拢会使讲是一种滥用上帝的恩典甲灵敏，这是信仰的老问题啊。总是咱着常常反省思考，咱敢有落落去这种的心态。第二个真要紧的点，保罗今日一直咧问，你是活伫倒一种关系下面？不管是掌权、统治。还是今仔日经文内底讲的支配，拢是咧讲活伫某一种关系下面。确实，人人拢伫某种的关系下面，可能是罪，可能是死亡，可能是律法，嘛有可能是今仔日世界中间侪咱咧追求的物件，名声、金钱，
尊严等等，总是保罗讲，你嘛会当活伫稳定的关系下面。所以保罗爱咱家己问，啥人是咱的主人？为德国伫二次世界大战为德国去到美国真出名的神学家 Paul Tillich 保罗田利克，伫伊的系统神学内底，伊安尼主张，伊讲咱今日即个世界无真正的无神论者啦。每一个人其实拢有伊的生命，伊用终极的关怀来形容即个生命。你心内第一关心的代志，第一趣味的代志，就是你的生命。换一句来讲，无人是无神论者，只不过是你选真神，还是去选到一个偶像的差别。所以选到主人非常要紧。伫这个选择的中间，要做出决定，转换方向。日本的圣经学者室内元忠雄真有意思，伊用真多项式的思考，要来甲咱帮助咱思考讲怎样转换迄个方向。伊讲咱若亲像铁啊，去互迄个吸条，做会开力足大，那亲像迄个吸石，甲咱即个铁啊吸掉，袂振动。最后是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即种更较强的吸石，将咱对罪甲吸走，转向上帝的方向。伊阁用另外一个咧描写讲，那像火车有迄个转侧器，火车咧驶中间，迄个转侧器换一个车就会换方向，转向另外一个方向，转侧器。原来咱车要驶远坐，通过基督这个十字架事件，迄个转侧器，甲咱转向往上帝遐去。人生是最的选择，主人是啥？什么关系伫控制咱、支配咱？保罗爱咱伫遐来做出决定。最后，今仔日的经文嘛，甲咱提醒宗教仪式的意义真要紧。宗教礼仪是毋是会让带出一种新的伦理生活？保罗迄个时代，你要接受基督徒的身份是无简单的代志，代表你都要献身，活出另外一种生活。你就对过去的生活来死，对新的生活来活。今仔日的咱，哪亲像接受基督做咱生命的主，咱伫生活顶头却看袂出真大的无同，还是差别。宗教礼仪是一项代志，生活哪像是另外一项代志。宗教礼仪敢会带出咱新的生活？我咧想检测咱会当鼓励已经决志信主，还是接受洗礼的人，会当做出某一种的承诺，还是家己做出某一种的决志，选择某一种会当参与的代志，努力来实践。一个洗礼了的人，检测讲，会当对家己讲，为当以后我要认真来学习，我要来参加圣经学校，我要来参加查经班，我要参加小组，而且是继续性、持续来参加。这嘛是一种承诺。啊是讲，我要做一个更较有疼心的人，对人会晓体贴关心的人。我要努力活出这种无同款的生活的态度。不管什么款的承诺，减在细项，减在大项，迄个决志会当讲对咱来讲，也是一个信仰的挑战。保罗用义的实践，提醒咱加入这个新的信仰的群体，也爱带出基督来活的新的生活。这也是咱罗马书继续读落去
会不断提升咱的所在，也毋望咱继续做伙伫即中间来相甲学习，做伙来成长，咱做伙来祈祷。温天听堂的上帝，阮感谢你，通过罗马书第6章，保罗用骨仔的披露、洗礼、接机，以及伫法庭宣告，来提醒阮已经对罪来死，也着用基督来活。当阮甲基督联合的时阵，就要得到新的气力来实践新的生活。恳求你将圣神的气力放伫阮每一人身躯顶。当阮学习圣经的要紧的真理的时阵，嘛将这应用伫阮的生活中间，一步一步学习用基督来活的生活。恳求你将智慧气力放伫阮逐人内底，互阮行伫信仰的道路顶头，不断成长来进步。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来吟回应诗，圣诗162首，圣诗162首，对用基督耶稣的心，才能起立来吟全首。请坐。下面是公道的时间，咱有3项代志要一只来祈祷。第一，为着咱司这边风台灾后重建，甲南屿居家关怀协会。第二，为着后礼拜咱的长老执事的改选选举好会。第三，为着10月21全教会举办一日游的活动顺序。最后要请李丽玲执事祈祷来结束，请咱同心出声来祈祷。
慈悲爱我们的主，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使我们成为跟随基督的门徒。也谢谢你让我们在生命各种不同的处境中经验你的同在，更学习无论顺境或逆境都能颂赞你的恩典。祈求你帮助我们专注在你同在的应许，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来看待生命中所遇到的每一件事。小犬台风扫过兰屿，造成严重的灾害，求主怜悯兰屿，让兰屿各项生活基础设备能顺利完成修整。学校短期可能无法恢复上课，让学生们能够尽快的复学。兰屿风灾后重建各项施工，有你的恩典同在，让兰屿居家关怀协会有更多的义工，在服务道路上有更多的力量，为偏乡兰屿点燃生命希望的亮点。你设立教会，给我们学习到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实践传福音的使命。求你按着你丰盛慈爱的领导，让10月15号长职改选会员合会能顺利的召开，选出合主心意的人选。新选出的长职们有顺服谦卑的心来服侍。会员合会召开，有你恩典同在。为了增进会友间彼此的认识与连结，教会10月21号举行全教会一日游，愿筹备与报名等作业流程都能顺利进行。我们将所祈求交托在主，求主聆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这时来奉献。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
请坐。请来看今日的周报。这个月特约长老是王永德长老。第一项月定奉献主日，教会定第二主日做月定奉献日，请咱甘心乐意来奉献。第二，2023年中级的改选和会甲调职书，咱要伫后礼拜10月15上午9点举行联合礼拜，伫遮有召开咱的和会。咱的议案有长老的选举甲执事的选举。长老的选举是原任敬请省略，原任王守珍、陈兴志任期届满，要选2名，任期是对2024年1月7日到2027年12月31日。具备候选资格的人有张乃军、曾丰义、陈兴志。执事改选敬请由原省略，原任的执事林时祥、张乃军、周家军任期届满。这边要选5名，任期犹原同款，对2024年1月7日开始，到2027年12月31日。资格伫遮，请咱家己看。小会有推荐执事的候选人，有王雅玲、曾丰义、陈子温、陈怡轩、谢明如、阙家伟。第三项，国际女童日泰泽的祈祷会。是10月11日拜三下暗7点半，要伫遮来举行，邀请咱做伙来伫遮祈祷。第四项，咱有整合捐款的平台上线，咱教会公益捐款平台，即有整合咱的信用卡、ATM 转账、行动支付，即开始已经使用，请兄弟为着即个来伫遮会当做捐款，也是各方面的奉献。详细请扫描这个 QR code。第五就是2024年新的首长的改选，咱各团契诗班敬拜团2024年首长的改选，请伫10月21日拜六进行改选完毕，将这个选举的结果报告给咱的小会议长吴牧师知。第六，全教会一日游的报名。咱教会定伫10月21日拜六前往三峡大阪跟森林游乐场、莺歌的陶瓷老街、甲新北市美术馆进行参访团康活动报名到今日截止请到详细请看咱的公布周报。第七，圣经学校秋季班停课，咱连续假日，所以今日的圣经学校停课，后礼拜因为会员合会停课。另外是11月2日全教会讲座，请兄弟注意。第八，10月29新学礼拜日，台湾成员国际民主对天安门到乌克兰战争，时间是10月29下晡3点半，地点是咱小礼拜堂，主讲是台湾大学社会系何明修教授。甲新南医咱的助理教授邱凯丽老师，具体的交通，咱黄宝年牧师妈就是匡琪牧师的妈妈玉贤姐的婆婆，定伫9月15下晡伫淡水马街病院安歇主怀，拢总是绿色，拢总101岁，愿上帝安慰余众。隔壁礼拜要伫下晡1点半伫遮来举行。有关团契的消息、青少年园地开会的通知、告解的消息，以及顶礼拜的出席甲奉献，请咱家己来看周报。即时请陈牧师来介绍甲请安。大家平安。我遮无迄个新的来宾吼，今日无吼。但是迄个is Dr. Easton Law here？ 有一位美国转来美国来的来宾吼 ，Easton Dr. Law 吼，咱甲伊。
请咱兄弟互相请安。咱来吟散会诗，圣诗395首，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今时后要请题目师来祝祷。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帮赞，甲恁众人三甲一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散会。咱今早起第一场的礼拜到这，后面中庭有地饼会，有需要代祷的，请到教会边仔雨伞卡